是这个新北市的汐止广告土石出入来，昨暝一间面体后壁面的土石放落来，3户人家总共14个人紧急退离，加在大家拢平安。 土石放落来，规丛树啊拢着房间内底景象真严重，被单还有枕头拢落伫土骹。受到泥沙风台影响，新北市汐止10万路3段一个山坡地放落来，山脚的厝嘛受影响，厝内厝外拢是土沙水变做小河。现象啊，就是从上面那里掉下来。我们站在下面，你刚才有看见我们这个屋子的后面呢、垮下来，瓦斯了。你现在有闻到？ 土石啊，都把瓦斯都盖起来啊！伤员前往受灾现场了解状况，山脚民家厝嘛用牵连，灶脚积水搁淹过户顶，就算清过，要受真济烂土的混迹。整个厨房都淹水，淹那个水泥那个泥沙也都跑进来，后面的挡土墙都崩掉了，它从里面灌水进来，跟泥沙进来。封锁是有来勘察一下这样子。 对，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修复。对啊，就很麻烦了。这摆意外影响3间民家厝，总共14个人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不过好好的厝内，即马煞变做安尼，住户的心内嘛真艰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